唱一句美麗台詞，是你心中一種缺陷定義，流進了眼角裏的刺。為何不浪漫亦是罪名？為何不轟烈是件壞事情？從來未察覺我每個動作，沒有聲都有愛你的鐵證。為何苦不浪漫亦是罪名？為何總等待着特別事情？從來未察覺我語氣動聽，在我呼吸聲早已説明，什麼都會用一生保證。為何不浪漫亦是罪名？為何不轟烈是件壞事情？從來未察覺我每個動作，沒有聲都有愛你的鐵證。為何苦不浪漫亦是罪名？為何總等待着特別事情？從來未察覺我語氣動聽，在我呼吸聲早已説明，什麼都會用一生保證。好，多謝王傑帶俾我哋動聽嘅歌曲，同埋多謝你一班同你合作無間嘅舞蹈藝員啦。咁而家咧應該係時候咧就揭曉我哋上個禮拜填馬回應通遊戲嘅答案啦。答案咧就係1號4歲咁啊。